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美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去年呢，咱台南市天狗日的疫情，会当讲是非常的严重，确诊的病例有2万多人，那么呢，死亡人数也有100多人。所以呢，有了这么惨痛的经验哦，所以台南市政府呢不敢轻忽，今年呢，伫个年初一开始，就马上提早呢来启动各项防治天狗日的工作。但是呢，伫个3月22号，咱台南市哦，竟然出现了今年第一个天狗日的病例。所以，甲去年比较起来哦，咱今年呢，会当讲是提早2个月就来出现第一个病例。啊，如此以来呢，民众可能嘛非常的烦恼，讲，到底今年的天狗日的疫情是毋是会比去年更加严重呢？所以今仔日咱市民新声节目特别邀请到几位贵宾到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伙来探讨，做伙来关心，到底咱应该安怎做，才当互咱的天狗日的疫情吼，会当控制落来，莫来发生像去年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咱节目一开始，咱赶快先来欢迎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欢迎的是卫生局林胜哲局长。各位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市政府卫生局局长林胜哲。好，接下来咱欢迎的是环保局李贤卫局长。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环保局李贤卫李局长。好，接下来我们也欢迎市议员林美燕林议员。主持人甲市民新声所有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美燕呐。好，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陈怡贞议员。主持人以及咱所有市民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贞。好，咱最后一位邀请的是南区文南里长陈清泉陈里长。主持人你好，各位市民新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咱南区文南里里长陈清泉。好，欢迎5位来宾哦。好，那么伫个3月22号，咱台南市哦，已经有一个天登革热的病例呢，已经来确认了。那么今仔日会在呢，市长赖清德哦，伊嘛邀请到所有以及主管呢，做伙来召开着吼，咱这个记者会啦吼。那么他也正式来宣布说，我们台南市呢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期。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当天记者会的状况。台南市去年天狗的疫情，伫中央甲地方市府甲市民共同努力之下，疫情比原先预期提早1个半月得到控制。市府透过赶尽杀绝计划执行，让病例赶紧归零。但是因为今年1、2月雨量比过去悬真多，有利蚊仔滋生，而且蚊仔幼虫伫无水的状况之下，会当活1冬以上。若无做好清洁工作，天狗的疫情真歹控制。真不幸的是，21号伫安南区已经有一个确诊病例，永康区嘛有一个疑似感染。对此，市府启动防疫工作，提出7项执行的重点。防治工作，第一点呢，就是各行政区的环境喷药将要在4月底前完成，且必须周延。第二呢，各区公所应该要立即印制家户的自主管理单，协助民众了解如何做好知情的工作。第三呢，各区里防治志工正式启动防疫工作。第四，敬请各里的里长、邻长主动了解辖区内外劳及外配的分布情况，亦请劳工局召集仲介业者、有聘请外劳的业者进行宣导的工作。第五呢，下午过后，请各区里宣传家户落实巡道刷清，避免病媒蚊的滋生。第六呢，也请卫生局通知所有医疗院所，应该要提高警觉，注意近期就诊病人的状况，如有疑似登革热的状况，应立即掌握，透过 NS1 快筛早期确认，及时通报，避免疫情蔓延。第七，各局处各自权责范围内的，包括市场、学校、寺庙、建筑工地、空地、空屋等，均应同步展开强制执行的工作。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公司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应该主动动手清除滋生源，落实巡道刷清。市府嘛会派员严格巡查，如果查到滋生源，蚊仔幼虫会马上开单告发。市府强调，天狗的防疫无撇步，需要全体市民甲政府配合。
动手彻底清除室内外滋生源，将网仔太好死，才会当有效防止疫情扩大。请全体市民一定要动起来，日日灭蚊，周周知青，就是寻到刷清4个原则，互厝内人甲家己一个安心舒适的无网空间。所以呢，才3月的中下旬就出现了今年第一例的登革热的病例啊，甲去年比较起来呢，会当讲是提早2个月啦吼。所以真侪民众就开始欢乐讲，哇，今年遐尼早呢，这个天高热就一定有病例出现啦吼。甲今年疫情愈严重哦，所以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说，那我们确诊的这个安南区的这个病例跟永康目前它还是疑似病例嘛？那大概状况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的民众说明一下？我想咱去年这个天高的疫情较严峻，所以咱一寡防治的措施，今年1月份就启动了，包括阮跨局处所有的登革热，还有一些法定传染病的一些讲习。第二个就是讲，咱的交环保局嘛，传播署甲卫生福利部嘛，有一个实施对登革热整个相关的防治，伫1月底拢已经做了啊。2月份呢，咱嘛针对一寡医疗院所包括咱即马个新的兹卡病毒。咱对一些医疗院所，甲咱的妇产科，因知影讲这登革热甲兹卡病毒的相关的诊断甲治疗情形。对。当然因为这个较严谨的态度去看这样代志咱伫3月22号，那出现了我们本土病例的第一例啦这想要叫做第一例，其实伫去年延续下来，去年的疫情其实有6个缓假。因为这很明显跟去年的疫情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连做伙，但是咱对1月18号最后一个病例发病了已经甲今仔3月22已经超了2个月，没有病例了，所以去年的疫情已经结束了。对。那伫这个情况之下，高雄其实10天前还有缓假，10天下的病人，但是在台南市疫情已经结束之下，3月20号出现这个市民朋友其实伊是一个家庭的迄个鞋子的加工业者啦伊拢伫厝里，我去伊厝内就是伊个工厂啦，伊拢伫遐咧食头路。然后呢，伊3月15开始，伊开始发烧，但是迄阵出现的症状是敢若发烧，身躯较忝，尾后流鼻水啦咱登革热一般是较袂流鼻水，但是这阵的流行不是登革热，反而是所谓的流感。对。所以伊伫咱的2间诊所连续2天去看，拢甲用流感当治疗，用克流感。但是咱这个民众有真古锥伊63岁但是伊定调这个尝试伊讲甲医生讲伊若像前几天伫因兜门口咧种花种草迄阵有去互网定着。是。所以这个医生有就警觉心讲无咱来测伊的迄个一寡血液的血小板白血球，发现讲血小板落落。那一般这个法定传染病血小板是袂落落，所以伊较应该快筛。快筛了后咱知影快筛有抗原甲抗体。伊 NS1 的抗原是阴性啦，是无，但是抗体其中一种是阳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咱甲 CDC 研究讲咱这甲做确诊，安尼用最高的规格，可能做防治比较有效。那以前我们去年是5月21号再进来，或许啦，或许咱嘛有可能伫这个去年早的3、4月都有缓假出来，但是因为天气足冷的，网无啥物足济情况之下，伊袂蔓延。所以咱今年用最严格的态度看这样代志，迄阵反而是好事情。对。那永康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他3月初8，伊就小可身体不舒服，伊是咧西游记的缓假，但是呢，伊这段时间伊其实拢无咧处理，伊就敢坐车去西游记一礼拜3天就回来。因的厝内人拄好有医疗的背景，所以伫咱3月21迄阵，伊讲无咱来快筛看卖伊快筛抗原是阳性，但是抗体啥物拢无造出来。这个这较有疑虑，就是讲咱迄阵是用抗原迄个若阳性伫2、3天前是袂使做确诊啦。所以伊用咱的甲中央开会态度，就讲这袂使确诊，咱来等伊的抗体甲伊的一寡迄个特殊检查要出来才算。所以咱这个是用仪式，但是咱规格一样。伊既然已经有缓假伫咱安南区出来所以咱因控这个咱嘛用一样的防治的方式阮做3合1，讲咱去疫调，就讲伊捌去对几个所在，还好这2个拢总调拢伫厝里咧活动呀。第二个讲咱来看伊的病媒蚊的调查。病媒蚊调查了过来就是爱化学防治，
那其实他们在通报的第一天，咱伫厝里的喷雾管就甲喷了啊。咱旧年因为咱用这个方式，因为等你确诊，咱2-3天，还是讲这个永康这个哦，爱10天以后，甲14天开始搁抽第2届的会开始确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防疫有可能会 delay 会蔓延，所以阮的提早作业就是讲，咱伫今仔日同步下昼就拢甲喷了。多谢咱的里长啊，咱的区长啊，甲咱市民朋友的帮忙今仔是真顺利啦。我相信旧年大家有一寡经验了也把这个认为是大家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也很顺利。有几件好事情也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也同住的家人阮这边检查拢是阴性的，这种看起来是还没有蔓延的第二个就讲，咱去找伊的积水容器，厝内的部分咱无抓到解决。伫户外的部分是有看到，但是刚抓到1趟尔啦所以这表示讲咱市民要注意，但是。这个登革热只要有这个病人出现，还有埃及斑纹白线斑纹，那相对的伊就可能的传染。当然希望是咱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关系，所以这个蔓延的途径把它挡住了。当然这个物件我来注意的是讲，最近3月咱台南足奇怪，落都是雨的。对。这个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多谢咱所有市民朋友尤其这届里长是表现足好的拢亲自到第一线来给阮公部门帮忙呢。哇，所以我们这个安南区这个病例一开始他是被诊断可能就是流感嘛因为最近就是流感就很流行结果呢他还好自己非常有警觉性家己有甲医生讲，伊可能去有帮他定掉，后来才确诊说他是登革热那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其他的作业就可以提早来防范嘛好因为不管咱讲，咱嘛是讲今年我们的就是真的是提早了2个月我们出现的第一个病例，那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基层的声音。然后，那像刚才局长也有讲，我们里长现在都是站在第一线，在帮忙作业宣导这个防治登革热。像讲一般民众今天听了讲，哇，像那害你早天高热的这个病例的出现是不是大家都会紧张呢？里长，你这登革热部分因为逐年拢是为着登革热伫咧烦恼啦。都过年都过年过啊，是讲应该是差不多迄个5月左右就开始旧年今年特别3月就开始啊。所以呢，咱迄个每一日呢，工作遐呢，拢提早来做。厝阮拢每礼拜6，迄个下早是动用咱助攻出来迄个清除登革热迄个病媒蚊。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即马已经3月就开始就拜托咱一寡旧年市政府做了真好，就是讲迄个拢动员迄个社区动员，但是有一寡迄个专业的人员，因为旧年咱迄个卫生局遐培养足侪专家迄个一寡人员会当入去内底检查啦。里长呢，拢是会当伫室外检查啦。因里长要入去内底检查一定要有迄个政府单位较有迄个权利啦无完全要入去拢做歹入去的。即摆要检查的部分，就是要拜托咱迄个政府单位原来爱分工合作，爱监督拜托咱遮个人长助攻大家出来做。出来来巡，伊就即摆安怎呢？搁咧落雨哩，几工搁落大雨，每一届落一届雨呢，就变无效益哩。行喷药的部分呢，药喷了，伊搁落雨啦。所以呢，最近咱市长有交代讲4月份进前爱喷了，但是呢，我最近落雨遐济啦，所以阮里内的文南里呢，进前几工嘛看。有安排要喷药但是看迄个天暗了，阮就去动讲毋通喷，爱改2工，无实喷就真正无效力。我想即个部分就拜托咱的遮助攻咱遮迄个因为做就爱迄个咱旧年拢有几啊单拢有一寡资料，每一日呢拢有一寡咱的迄个病媒蚊咱的迄个子孙源的所在拢有提报过，所以呢遐个部分来加强。搁特别呢，一定骹手要紧啦，因为是安怎会照顾迄个感染的，迄个旧年的单日呢，一工300几个，这个部分我爱特别注意啦因为爱靠大家来帮忙市民大家斗下手，因为大家真正拢惊啦，惊登革热，无定着了呢，大家拢一寡旧年死侪人400几个人，所以咱的一寡的市民大家嘛非常紧张啦。我想今年方面因为市政府也真重视甲政府有关单位我也真重视。我想阵有得到了市政府来做监督，阵爱派人员伫去各里的
落实来做，安尼今年看会当减少的安尼。对，那2位议员哦，就是说我们今年这个病例已经有提早发生，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市政府其实从今年年初一开始就有在启动各项的防疫工作，那就这一点的话，你们是也表达一下你们意见，来先请怡珍。我想吼，今年其实就是3月2日，咱就发现说第一例这个病例吼，其实让大家非常担心，跟去年比起来吼，提早两个月头主持人有讲过吼，所以其实咱所有的民众嘛是看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惊吓吼。不过来咱看来讲这2个病例，现在听说是于是的这个2个病例吼，其实主要。现在比较担心，其实他都没有出国的历史哈，所以他其实都是看起来是比较像是本土型的。那所以这相对让我们又会更加的担心说，今年相较于去年哈，会不会有更加严峻的状况？那我想包括这个部分，包括3月车站哈，其实伫北区是这道去年天高咧上严重的所在哈。我想伫最近一道。启动秦新主起的这个区里座谈，我想2位局长都有亲自出席哈，其实都是在跟我们的里长跟理事长一再的在提醒这个登革热防疫的工作。那包括其实去年哈，有这喷药的工作，因为发包一直流变哈，所以他把喷药的状况，不过今年。包括今嘛现主时一定拢咧喷药包括伫北区，其实伊讲差不多，咱公所讲差4月初就当喷了。不过就参像讲头拄咱里长讲的吼，其实今年包括2月跟3月雨量都是特别的多吼。对。那其实雨一下了，其实所有的防疫工作都要再从头来哈，包括。这个积水容器的清除，还有这个喷药，下雨之后它还是又有影响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嘛是请到咱的公部门哈，爱去注意，就是讲你虽然药啊喷了不过像最近雨落遮济敢是该去加强这个部分，我想嘛是提醒咱的公部门爱去注意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要靠咱所有市民朋友，甲着咱市府吼，咱爱共同来努力拍拼。较有法度来真正对抗这个天高热哈，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积水容器都是在家里哈。对。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动手清除家里的这些积水容器，我想得当减少这个天高热的危机。当然嘛是爱请咱所有好朋友吼，提醒大家，咱千万唔通伫厝里吼来饲网甲家己吼。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吼，咱就是爱甲处理咱所有有可能会积水的物件，拢用好非常的清气。若落好了后，就爱去顺一摆。只有对咱家己吼本身来做起，咱较有法度来解决这个天高热的问题。好，谢谢。那我们也听看那个林美燕议员的意见。我想去年登革热那么严重吼，让大家起名大家都非常蛮担心的啦哈。对。就是闻色变啦。那当然哦，因为去年一整年的这个经验哈，我想我们在今年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借鉴。去年是安尼发生，我们要知道它原因在哪里。我想伫去年发生，除了说因为气候，因为经过那个一阵，就是说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那边，包括国外的论文研究啦，其实有发生的这个情形，就是因为天气，就是声音现象的问题，因为太热了。高温引起的是讲，就是我们避免我们能够滋生，也当靠有些条件啊。如果有的大雨的时阵，你又没有办法去清除的话，当然就产生一个就是滋生源的发炎的地方，温传给他们嘛。所以在去年的时阵，我们就一再讲，当然处理，那大概一旦靠家己来清除，我们也一定要在教育我们的就是咱的一块呢，我们所有市民，包括我是从学校教育也是可以的，因为你那啦，他说讲。我们教育他，登记处理的时阵，也当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较紧的，咱来看有滋生源，咱到一款瓶饮罐罐啦，咱到什么物件啦吼，我想有小朋友带回去家里，这嘛是做也是很直接的，而且我感觉好个想喝的啦吼。第二点就是讲，我们也看到了，但是足侪人的欢迎啦，包括那时候在去年的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最大的温泉在哪里？就是空地。你看。整片的温泉，我在去年在执行的时候，忘了改一跟环保局也好啦，因为这是属于环保局在列管的，包括卫生局，因为一开始的话，在去年发现的时候，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除了气候以外，我是干嘛讲吼，有2个问题啦，一个就是讲吼，我们政府缺乏就是具体的，就是上对下的一个整合的资源的方案。
我顶面的公部门免来支援你会开啦，就是包括基层，咱的里长我没支援你，是人力呢、物资呢都没。还有呢，你有没有一套积极有作为的防治方案出来？我们也没有看到。包括我们一直在通报的空地怎么去管理？你在落雨落来，一大片的水，我们跟你讲，从我们第一天哦，他说我今仔日甲你环保局讲，阮隔壁遮有一块空地，哦，规拢水呢，你较紧来想办法处理。好，他们来了哟。环保局接到这个资讯，一定要那呢，他给你去稽查人员去看，哦，看完还要时间，回看完以后还要去查，这得处理3米人，哦，还要一段时间，还有呢，查完以后他要通报得处，我给你改善期1个礼拜好不好？你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花费几天？我改省至少半个月，然后我们又看看啦，蚊子成虫，它的一生。按你是一个成虫，我给他叫妈妈，我来生人，在水中下蛋2-3天，它就成为就是结节了，它就成为结节。结节以后5至7天以后它就成蛹了，蛹了以后它就可以就是1至3天，伊就会当成为蚊子，这个会使呐，会使出来咬人啊，就可以出来咬人家的人。你看我们的通报系统那么的慢的情况之下啦。就我讲吼，伊第一日我通报，拄啊迄只蠓仔去落人，你看来得及吗？来不及，一个成为蚊子飞出去了。而且吼，我们有看到蚊子的它的一生呐，会当生几个4到500颗的卵呐。一只蠓仔哦，伊会当生400几500卵。生落去的时阵呐，吼，每一只卵成虫以后，它自己又可以生4到500。你看一只蚊子落来的时阵，会当生偌济？可以生多少的那个成虫，会当去打人的蠓仔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我们一定要接近啦。去年所发生的空地的通报系统太慢了，所以你应该在去年有像这个样子的经验和告知。我们在环保局，你对这个空地的列管，你有去列管吗？你平常你得爱将空地的所有权人掌握啊。发生的时阵你要去讲啊，较紧的啊。就现在就要通报他们，你要去看，或者我们在地线的人要去查，对哪一块空地它没有整理，而且容易积水。还有第二点，我们现在蛮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去年有空地发生积水，有通知地主来做整理以后，地主还不算完了去啊！你大家拢找阮兜麻烦啦，因为我咧积水，你就来甲我通报，要甲我发的话，干脆我整理完以后，我甲围篱。我就围理起来了。以前是平面的，拢无看到，拢会当看到恁兜迄个空地有积水没积水哦。是。现在你一围理起来一块，你一围理起来，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现象啊。所以你针对空地的一个围理，你到底内底积水没积水，怎样？不知道。是。所以我们现在最近看到下雨，到底空地积水有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应该赶快去想啊！你讲咱到瓶瓶罐罐啦，会当谁归家？会当谁？空地这么大面积的温泉，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管控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年的就是登革热提早来就是发生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赶快把疫情压下来。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台南市再次沦为笑话。好，那我们市长也有讲到说，我们要请教环保局长，就是说4月底之前要完成这个环境的喷药嘛，哈。那我们可能市民朋友会觉得说，环境喷药到底是怎么喷法？喷的范围，然后目前人力物力够吗？真的可以再完成吗？然后另外刚才里长跟议员也有提到说，可能在喷药方面，比如说下雨了，你再去喷有没有效？或者是说有一些地主他可能就是被这样警告过，然后他就真的把它围起来，那你们有办法去喷吗？这个问题是不是请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我先回应刚刚梅燕议员的这个空地空屋哈。空地空屋现在很清楚，就是区公所要列管那要随时掌握空地空屋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现况。是。那当然，这个区公所也会掌握这个里的防疫地图。那防疫地图里面呢，也会交给每一位里长。就因为里长其实最清楚在区里面哪一块空地或者是哪一个空屋，
那这个如果里长有需要的时候呢，公所都可以一起来协助。是。那这个东西是已经是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登革热防疫要由下而上了哈。所以各个公所都已经要求这个所有的相关的同仁对于每一周空地空屋都要做巡查。是。这个我先来做一个澄清跟说明。也谢谢议员的一个那么好的意见。第二个我再补充报告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喷药3月或4月要完成，其实我整体上来讲是这样。我们台南市政府今年的防疫有关化学防治的这一块，我们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往年都会让所有的里都有一个大概快要春天了，3月或者是过完年以后，我们往年都有一个各区公所去发包给里长去喷药，或者是这个统一喷药啊。那因为去年因为疫情严峻那相关的有部分的里长认为说可能这个喷药不够，那所以今年呢市长特别市府呢特别把每一里5000块提升到1万块那提升1万块，这个是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其实这个是环境卫生消毒这个药最主要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登革热5月开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3、4月喷，最主要是说我们春天到了，雨水有了，可能我们一些蚊虫多了，依照往例我们会喷一些这个环境卫生用药来让我们的蚊虫降低或减少所以那今年呢，我们今年正好我们就配合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提升了这个金额，然后由区公所来各个发包那由5000提升1万呢，还包括要热喷，还要冷喷、长效喷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比较周全。那这个部分喷之前，我们也都有请区公所呢要通知里长。那如果里长可以的话，就带着喷，那就会更周全。那刚刚主持人讲下雨是可以暂停的，下雨当然就不要再喷，可以挑好一点的天气，因为这个契约是按照它喷的日数在算。所以当然下雨我们也不赞成喷药。这是第一阶段。那当我们在4月底喷完以后，如果在5、6月开始下雨了或者是开始相关梅雨的季节，我们如果里长认为所在地还是会有一些蚊虫的话，我们现在环保局有发了100台的喷雾冷喷的喷雾机，个人式的喷雾机都在区公所，我们会提供药物，就单点或者是某一个地方蚊虫特别多的话，里长也可以请公所来协助，就那个单点拿这个所谓的这个个人式携带式的喷雾机，那药物都由环保局来提供，那个都是定期的、合格的，而且有做过实验的药物，合格的药物。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的用药，当然就必须要训练合格的人才能喷好，那到了第3阶段，就是像今天发生疫情了，海淀里这样子，那就交由这个政府的公务人员的公务单位要来实施所谓的化学防治了。所以今天卫生局、环保局喷了我们安南区海淀里，下午喷了永康虽然它是一次病例，但是我们用比较高规格的角度，我们还是照样每一户的50公尺跟周围的100公尺往内喷那当然，如果到了这个1级开设，这个市府的1级中心开设，1级防疫中心开设的话，那整个喷药就要由 CDC 就是南管中心跟大家专家学者的讨论要怎么来喷。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由这个所谓的疾病管制署还有台南市政府要统筹接受命令的来执行喷药所以基本上喷药是分这个4个阶段。所以呢，我们希望环境卫生用药这一块呢能够在4月底把它完成，因为后续还有渐进的方式来执行那
清除滋生源跟化学防治是并重了哈，对，相辅相成啊，所以刚刚2位议员讲的非常好，就是清除滋生源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啊，由下而上把它做好。那真正发生病例了，我们就要来做化学防治的工作啊。以上我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所以旗舰户呢，今年伊拢有把这种防疫工作都提早1个时辰来进行了都有陆续在进行。但是咱们怎样讲今年要安怎好好的来做好这个防治工作，我们一定要先来了解说，到底为什么去年的那个疫情会这么的严重好，那去年的疫情到底多严重？我们也是请那个卫生局长，也是在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让大家再彻底了解一下。去年我们有2万多例的确诊病例，对不对？我们去年的病例扣除在1、2月那个不算啦那是今年延续下来的。是。那去年是22752例。是。那在这个疫情高雄的前年是15000。对。它去年也差不多2万例啦所以。以前大概就是登革热你只要有流行过后，一般过3、4年才会大流行。对。所以咱以高雄这个伊是连续2档大流行的情况之下，咱有哪踹咧蛋的对吧？就是我们要更积极的防疫，不要再迷失说以前只有3、4年才会一次大流行这样子。所以市长为什么会跨局处那么早就启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安怎安呢？拄啊议员做内行的也了解讲。咱雨水，咱去年年初是干旱，对，所以咱的市民朋友伫要压花，还是花园拢会去用迄个蓝色的大水桶去盛水。当然干旱的时候比较紧，但是因为过来5月落14天的雨，迄个7月有落才有15天的雨，8月落18天的雨情况之下，又加上在8月8号苏迪勒台风，9月28号个杜鹃，所以迄段时间7、8月迄阵，咱缓价都在冒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那天气户外的积水容器又很多的情况之下，规个都一发不可收拾，这是第一天电的问题。当然第二个是人为的问题，就是讲，咱还是南部加减拢瓶罐罐拢有去收集啦。对对。厝内万年青这个盆栽下骹拢会下一个底盘，咱的一寡迄个。那个好神拖，那个拖把，其实迄种一个底座啦，都有一点水，其实5cc 的水都有可能会产生决绝，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咱的整个积水容器也多，那病例也多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去年也比较特别，是咱是流行第2型，台南1、20档来都流行第1型，或第3或第4型。结果第2型咱唔捌咧流行啦，无这20几档来无超过100个患者，所以咱对第2型都没有抵抗力。而且去年5月21号这个确诊的病例呢，它的表现跟咱都话讲无啥相共，它是用恶心、拉肚子、肚子痛的方式是表现，很像夏天的传染病。对，它假拍巴豆安呢，所以第2型无抵抗力，加上它的症状不典型的情况之下，而且佫发生伫咱北区的这西门町跳蚤市场，对，这个物件呢，伊进出伊二手货的市场进出拢有1、2千人啊，所以加上一些外劳外配跟咱家民众让进进出出的关系，所以等他被确诊的时候，就诚如大家讲的，已经可能闷烧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咱第一个患者是18岁囡仔，伊是学生囡仔，伊的生活甲读册所在点都无疫情发生，反而是居住地，那表示讲是伫迄搭温一段时间了后呢。因为网啊定，我拄仔讲过，一定要有一个患者，有癌细胞纹、白线斑纹，才会定好健康人才有发病。所以在这情况之下，这几个力量都不太适合说完了做防疫。当然，咱本身有来检讨的讲，咱本来伫台南市，疫情最严重是民国96年，1804例。对。迄阵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一直慢慢的温，所以喷药的机器或各方面的人力都较好去运作。但是去年咱讲过一个患者平均要喷80毫到100毫的情况之下，伊嘛一个喷枪差不多可以一天可以喷20户左右啦。所以咱根本咱的喷枪甲全台湾甲扣起来30几支尔，所以咱根本需要200-300支，咱尾下咧喷，迄种叫220几支的喷枪的情况之下，迄阵全台湾拢无喷枪，还佫对外国进货啦，CDC 中央去赶紧买一寡。那再赶快把这个人力跟物力补齐的情况下，还可以顺利的在9月底
把疫情控制下来。是，因为登革热如果照它的自然的发展的历史，历年来都在11月中，就像去年的高雄一样，才会整个疫情由上往下掉。那咱去年是37周啊，差不多9月20几号的时候是最高峰。那接下来38周一直掉到年底。那高雄是玩我们6个礼拜才掉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一开始有咱较无够的所在不管是人力啊、物力的所在，但是尾也补起来了，的确把这个效果有展现出来。当然，今年会汲取去年的成功的例子，所以咱都要共轨。虽然它是疑似，咱已经超前把他家里这个已经喷完药了，然后附近滋生源清除已经清完了。等他确诊的时候，大部分就是隔天以后，咱赶快就把一些3合1的化学防治，包括疫调、密调，都把它弄好了。所以过来咱的持续，甚至咱的扩大采血。底下附近的公园，然后一寡人咧坐的所在，包括咱这外劳外配，他同意，我们就会帮他做扩大采血。是。咱这家属也真合作啦这个扩大采血都没有问题。那希望讲已经有大家努力了包括咱都要讲过里长、议员的努力，能够把疫情很快的控制下来。我想不要再重蹈去年的覆辙。对，所以那卫生局长他有大概整理的说，为什么去年疫情比较严重？就包括说，可能去年下雨的月份非常的多啦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南部民众这个积水容器都会放很多所以这个还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流行的是第2型嘛那我们知道说第2型的话，如果说很多民众会想说，那我去年如果是被叮到，就是那2万多个，那他今年如果是被第2型叮到，它应该是不会发病，对不对？咱登革分4型嘛，1、2、3、4，4型这疾病基本上咧区里所单位拢直接问里长，科技啦不是啦，这互相这了解伊的了解程度这样子。是。那基本上来讲，你若第2型，去年对，你今年若流行第2型是不会发病，就不会发病。但是伊嘛是会传染到别人。伊平身躯有病毒，但是有提抗力啊。但是这斑纹甲定呢，如果你的家人或者邻居没有得过，去年无得过，伊会怎么得？第2型其实是统毒的啦，它是在都市地区发展，而且足紧去发展，伊统毒，所以去年死亡112了。那个看过伊平均73岁啊。这个是60岁以上占了92%。较侪岁人。第2个就讲。有慢性病的占了96%，意思讲，那较侪岁有慢性病的人呢，基本当中伊就是容易变成一个重症，有点出血的倾向，甚至你觉得体液走对巴肚啦，走对心脏，走对肺部去，造成你的呼吸困难、心脏衰竭等等的死亡的一个原因。所以咱讲友好父母其实你若厝里有迄个较少年的得登革热，你唔当时讲我都身强力壮所以我本身就穿长枪外，我穿短枪短裤，伫厝里拍照，结果你厝里若个有斑纹，埃及斑纹甲你定着，定着恁阿公，可能你本身是敢若发烧，筋骨酸痛，恁阿公就变成出血的倾向，会做严重。所以讲友好父母、友好阿公阿嬷，其实你自己如果得这个登革热的话，应该不要拍照，伊是发烧前1天跟发烧后5天，这6天的中间呢。会传染给别人这段时间你要做好防范措施，比如说你穿长袖的衫，尽量淡颜色喷一寡防蚊液，困迄阵用蚊帐相对恁厝里有哪咧做，其实熬过这5天6天就没事了，所以你就袂去传染但是你若有哪讲我都不会很不舒服，我若照常去上课，我穿短袖也不制造一个这个不让蚊子叮的一个环境，结果又帮他叮，其实你是害死边仔的人啦。对，其实很多民众他还不了解的地方是说，那局长，比如说问你说，我去年如果说我得到登革热第2型，好，那我今年如果蚊子、埃及斑蚊还是白线斑蚊来叮我，然后再去叮你的话，这样子你会得吗？因为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可以免疫嘛。对，那这样你会不会得？你身上还是有病毒，只是你的抗体、你的抵抗力是让你不用发病，对，但是你的身上还是有病毒，对，所以蚊子来叮了以后，对，它过了10几天，它在它体内繁殖够量的时候，再去产生一定够量会致病的情况之下，它去叮了还是会，所以你也变成一个移动的传染媒介，这做危险的。
对，所以我们去年有2万多个有得所以就是说等于可能就是病毒一直在体内嘛，哈，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得过，你自己尽量就是还要穿这个长袖啦，哈，登口啦，尽量漂边去有帮他顶掉，这才是最根本的哦。好，那就是我们知道说市政府方面就是也知道大概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们今年也很努力的提早防疫。但是我们要来听听看我们基层还有民众的心声。你干嘛讲起监护领域迄几点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他是没有去注意到的？那防疫工作，你给市府建议说，今年我们应该有提早了，但是怎么做才能够确实的把它做好呢？我们先请教林美燕议员。教育是非常重要，正确的观念会影响你所有的行为，而且可以防止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我想简单话，那个局长所讲的一个是讲，在去年你得到就是登革热这些这几个就是200多个吧2万多个2万多个这些人呐你就好像一只大蚊子。所以你也可以教育啊，你本身你还是有就是被蚊子咬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叮把狼所以这个教育为狼唔知呀，刚刚说了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你应该在平常座谈也好，然后透过我们一些媒体也好，你也可以教育人的市民这方面的资讯。我简单讲刚刚我们一直在绕着说，预防登革热是不是说迄个一款的喷药啦怎么样啦事实上我感觉如果你若无滋生炎的话啦，你放下就会迄落卵，无卵你就是无法度你就无法度传染登革热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迄个水的问题，水源。如果你有水的时阵，你放下就会当有温泉，会当迄落卵嘛。所以如何把这个就是滋生源这个水源这个部分，如何把它就是降到最低？从小到大，我刚学的刚讲瓶瓶罐罐也好，空地也好，空污也好啦。我相信简单卫生局环保局所说的，他们有列管，但是有列管到底是全面列管呢，还是只有发生的那几块地里面列管而已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在疫情他们就是爆发之前这个我们一定还在要拜托那个环保局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务实去做列管因为我常讲如果你若不好把这个大温泉把它就是控制好的话啦，咱台南市今年我们一起可以看到雨水蛮多的，因为再去看雨水真的愈来愈多啦，这几天应该没有再下雨的，也一样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去年在登革热的会那么爆发里面，我们有去了解几个就是不足的地方啦。是，我想我们先了解那个问题，我们才能针对问题来做一个处理啦。对，第一就是讲婚办避免的监测能力不足啦。你要去第一线，你也避免滋生源这个地方空地，就像我刚说的，空地空污的列管谁去做？滋生源的部分谁去做一个就列管？所以它能力本来就不足了。是。你看，单单靠公部门是无法度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动员社区一些志工好朋友啦。但是你志工好朋友，你讲你这样讲叫志工出来，那他们都愿意出来做，但是至少基本的关心，我大概这个微信，你讲一个便当有吗？没有，关怀有没有？没有所以我想人力真的是不足啦是。第二个，一共防治登革热清除不明文的滋生源。执行力、教育市民、告诉市民，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一点没塞，瓶瓶罐罐的，这个一部分环境的自主的管理，有的人市民干嘛讲就是登革热是恁公部门应该做的，是恁民意代表应该做的，那是这个，我想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去破解它啦。环境的自主管理，因为你干来领导你也当去管理你嘛，上面当去管理领导动个手，对你家己来讲才是。保障你自己，不是保障别人，所以这个管理的部分观念的先导不足，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方面要加强。还有防疫的危机意识，你若有危机意识的话，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较积极。但是你无好造成民众，咱的市民感觉真正危险的，所以在去年我拢甲一般的咱的一般的好朋友讲。那个登革热真正是危险的真的是危险。你要让他觉得，因为有的人感觉是爸爸，我感觉我也无对着，阮岛的人嘛无对着，我周边人无对着，所以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危机意识
你一定要让他有，他才会积极的。所以还有执法的决心哦，有点不足啦。好，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执法？我想这个应该很明确的，就是我们去做处理啦。好，所以这以上几点，我希望讲，我们借鉴去年的经验，今年绝对要去把它补足。对，所以这些不足哦，不只说我们市府相关单位哦要来汲取以外，咱的民众家己嘛爱知影讲，真的环境自主管理很重要。像刚才议员讲的，你家要让人家进去吗？不想的话，你就自己把这个环境管理好嘛，对不对？人家就不会说，到时候发生什么疫情还要强制进去哦。好，那我们也听看怡珍的意见，因为北区去年是最严重，北区去年最严重哦。那其实也一直很担心说今年的状况。那我想。陶刀咱酒店有讲过，其实我们今年其实这2个病例哈，其实我想民众经过去年，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啊，你真的疑似是登革热状况，一定要赶快去就诊。那其实去年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民众啊，一点点天高类，其实也不敢讲哈，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去看诊所，然后就让他好哈。那其实这个是就会变成一个防疫的漏洞哈。那我想刚才局长有说过，其实这2个病例其实都是用最高的标准来去给他做一个处置哈，所以也就马上进行了后续的管理跟处理。但是其实可能局长现在还没办法确定说今年到底确诊的这个病例到底是第几型的哈。对，其实有4型，那去年流行的2万多例是第2型，可是我们相对非常担心说，若是讲今年是出现无共型的时阵，有可能会变成交叉感染的情形哦。已经得过的朋友，如果再得到这一型的话，那可能相对的危险性会更高，所以真的是不能轻忽哈。那我想。刚才我们卫生局局长有提到，其实去年一开始可能也人力物力哈，其实有点无法忙得过来的状况哈。那当然汲取去年的教训哈，我想今年一定相关的资源都要完全的到位哈，不管是光喷药啦、喷枪啦等等的这些相对的资源都一定要完全到位。啊，当然去年嘛是发生一寡状况，就是讲啊，咱一寡志工朋友啊，陪同着咱里长，还是陪同着咱市府出去巡查的时阵，其实他们这些第一线的朋友，可能连手套、连防蚊液，有一些相关的资源都没有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咱需要靠咱第一线的这些志工吼，不过我相信咱后因的资源嘛要抢救，让他们出去做这些宣导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安全无虞的哈。我想一看当这喝价扛魁，那我想汲取去年的教训，那今年在不管是人力物力，我想市政府在经费上也要做最大的努力哈，务必让这些情形、这些伤害哈降到最低。那我想。最重要，回归到最重要，嘛是爱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做好巡道清刷哈，对家己做起，清气清除这些积水容器，清除滋生源哈。只有这个在康溃，让蚊子没有哈5cc 的水，它其实就可以滋生，让他们没有滋生的机会。我相信这开始每一个人吼，会当对抗这个天高的上好的方式。对，没错，我们不只要把这个巡道清刷当作口号，也要实际去行动哦，这样才真的能够有效的防治登革热。好，那我们知道说文南里哈，其实伊在做这当前哦，一开始是上较严重的，后边呢，我们里长真的非常努力的在进行登革热防治的工作，所以后来呢，它变成一个防治登革热的示范的一个里啦哈。那你看你讲去年哇，这个天高热疫情和你要严重哦，你也当恭喜徛在第一线。也就是讲一下你的心声，给市府一些建议，怎么样可以避免像去年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而且要来咱迄个市政府迄个关部长做一个感谢啦吼。之前咱登革热呢，每一届喷药拢5000啦，今年提供1万啦，要来感谢。但是呢，我感觉因为喷一届1万呢，以早是喷一届5000。即马喷一届1万啦，我是讲因为嘛了爱扎者因为一寡资源加减公所啦，因为登革热去年才严重呢，就是中央的资源拢伫市政府，公所呢伊预算呢拢无登革热一寡经费，所以迄阵足可怜的，迄阵伫安尼逐工伫里长呢出门呢要清除登革热，要用啥逐项无啦，林长得登革热呀，嫌里长得登革热。嫌一寡工作人员嘛得登革热，迄阵是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央的资源万一后拨来市政府遮，还是市政府嘛有一寡迄个费用一寡钱一定要拨予公所来落迄个运作。阮南区呢，去年算全市第2严重的啦，文南里呢算南区第3严重的啦。因为文南里是都市型的社区。
是安怎想讲，奇怪，文南里都大家遮生气，大楼的环境大家都遮尔内底去检查，拢非常清气哩，但是都有登革热。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因为就是咱的污水因为咱即马污水阮文南里参金华里附近遐污水去年拢提早做好啊。所以伫污水内底遐登革热变霉蚊尾下去找就是清气水。污泥沟后壁遐清气水内底拢有结节，所以呢，去年的病情才遮尔严重。死啊侪人呢，你看迄个得着了后，病院遐呢吐拢安尼无病房，搁一寡就食一寡送的呢，无法当医，欠一寡迄就食欠一寡一寡医疗的部分。去年400几个人，所以一寡长者啦，因得着了后，搁一寡迄个后遗症啦。一寡毛病了后呢，所以呢，这是真正非常严重的。像即马高雄呢，已经300几个啊，所以咱即马咱台南遮呢，咱去年安尼呢，咱市政府也真重视，今年就提早咧叮当啊。对。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有一寡资源呢，你像迄个高雄的船呢伊有万几吨足严重，所以伊就拨一寡预算呢，互咱公所呢，一个里拢拨10万，互公所。互里长呢，比如讲要请工，也是要买药啊，也是要喷药啊，也是一寡防蚊液，迄种公所伫遐把关。互里长遮国里互伊去伫遮迄个登革热的一寡经费来运作啦。无真正公所拢无钱，要创啥档拢无钱。嫌里长呢，就爱去买盐。今仔报纸嘛有看啊，里长去买盐，买一寡迄个漂白水，买防蚊液，买一寡手套，档拢有。船呢，咱中央拨4700万，互咱台南市政府啦。了后呢，迄阵啊，就市政府有讲欢迎坐谈，开会拢坐谈，有去欢迎。但市政府讲，因为拢要留伫卫生局啊、环保局，卫生局4200万，环保局500万。迄阵啊了后呢，迄阵啊有参市长沟通了后呢，迄阵啊电视呢，安尼，逐工拢不然台南市登革热。迄个观光的所在拢唔敢去，大家拢足严重，一天300几个，所以公所呢有分这级数啦，上严重的拨150，准南区的拨120万，因为互咱迄毋是拨里长呢，是拨公所人员呢，买一寡设备啦，买一寡防蚊液的迄个登革热防疫的一寡物件啦。我想今年的部分原来咱市政府呢，原来有去年的迄届迄个去年遮严重因为。咱参市长、参市政府官员、参里长，拢穿共领裤的，迄出去拢足浪费呢。迄一寡里面呢，拢安尼，厝内拢唔敢住呢，拢搬去台北，搬去倒位搭呢。讲里长啊，阮当时要喷药啊，无法锁匙行哩。所以今年看会当唔免安尼买啦。互里面呢，安尼住伫台南市呢，因咱是一个健康的城市。今年市长呢，坐单位呢，拢伫遐，拢伫对登革热的问题呢，咱迄个两位局长呢，拢伫遐，迄个迄个登革热防疫的一寡迄个方法啦，拢甲里长讲。对。我想这个部分呢，原来爱搁加强啦因为迄个国里的部分遮一寡迄个室内的部分一定爱卫生局遮呢人员呢，测试落去检查。因为去年最严重家户感染。厝内3个、4个、5个呢，厝内5个人拢得登革热啦。啥怎是咧喷了嘛？咧喷啊！去年都已经2万几个拢死控啊，因为喷袂赴啊。然后你看喷枪也无够，弹也无够，得登革热呢，都爱10几天，10几天才有迄个安尼加强来落去喷，所以去年才严重啦。我想今年方面拜托咱这驻公咱市政府这官员呢。对这里长方面有一寡迄个有里长的一寡迄个防疫的物件，来斗骹手，无毋当里长的做老官，佫嫌老烂，讲大拢里长拢2工，遮拢做无够，是安怎？因为里长呢，因为我即摆里长联谊会会长阮今仔嘛里长呢伫咱南部公所咧讲这代志，看到报纸敢若大片哩，大家拢咧惊呢。讲好这安尼，毋知今年毋知安怎话，因为高雄即摆已经遮严重啊。我想咱即摆咱就提早来做，会当来共同咱的市民大家来做安尼，咱今年会当看会当较好过袂安尼。
对，所以我们今年可以提早来做防疫工作。那我们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样透过节目嘛，也是宣导给市民了解，你真正要把这个疫情整个控制下来，不要让它发生的话，除了说我们市府相关单位、那的基层、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里长大概按那去宣导去做以外，我们民众自己怎么做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请那个环保局长其实市长一直在强调这个循道清刷。这个部分，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民众来说明一下，到底咱的民众应该安怎做才可以彻底让这个滋生源不见？好，那我们统计的数字啊，50%被告发的案件都是在居家附近。换句话说，我们家的前面、后面都很容易就找到决绝。所以，如果你的家的前面跟后面，我们还没有进到屋子里面去如果你的家的前面跟后院很容易找到决绝，那我相信你的家里面应该也很容易找到决绝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我们去年有惨痛的经验，我相信市民也有一些得到一些知识。不过我这边还是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居家周围最容易得到的像这个，如果前面有这个轮胎放这个看板。像我们的那个盆栽底下有个积水盘还有我们那个虽然桶子有加盖，但是它桶子上面有一点点清水，它就会产生了那像我们台南很多，咱足侪拢是透天厝，头前拢会种一寡植栽事实上无顾植栽的土那大壳壳其实伊袂输水，落雨来伊的水变做甲土是分开的。变做嘛是一个较好节节生长的所在，甲咱旁部咱旁部的折缝的地方，这拢是落雨了，就拢会累积清水的所在污火锅内底拢囤物件其实污火锅这是民众爱负责去清理的所在另外一张迄个冷气，咱的民众有用迄个一个水桶来收迄个冷气水结果冷气水拢无清。发现足侪决绝等等用一寡水生植栽，但是无饲鱼保丽龙板来囤水等等我看这是我看大家拢知啦另外就是讲厝内就是大家拢认为阮兜无网阮若要去检查，伊拢讲阮兜无网结果入去可能掠无网，但是我相信。要掠到决绝袂困难，伫去年的情形，就代表讲，伊也毋知影讲真正积水容器爱摕掉，咱就简单来看像烘碗机的底盘，迄就是有水；咱的冰箱的下骹的底盘，就是有迄个清水，这个迄个热饮水器，咱的尤其是咱的迄个佛堂，拢有迄个插花板，花板内底迄个拢清水，等等另外就是咱来厝内底要用植栽，咱这个积水容器嘛是伫下骹拢有伫这部分就是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即摆还阁足侪人有迄个习惯阳台种花，顶楼的阳台它也种花，可是他又不想去提水，所以他就很习惯在他的阳台放了一桶水，或者是他的顶楼阳台就放水，到时候就舀水来。结果那个阳台积水的地方都是产生决绝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会让这个埃及斑蚊最容易生长的地方。埃及斑蚊，我再跟大家市民报告一下，埃及斑蚊最喜欢的地方有3个东西，一个就是潮湿，清水潮湿，对，第二个就是暗的地方，第3个就是不通风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我们全体的市民家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埃及斑蚊90%几都在家里面。那埃及斑蚊在叮人的是叮一口它就离开了，它一只埃及斑蚊会叮个10几口，所以很容易产生就是讲的就是群聚的现象家里有一个人得，很容易其他的人就容易得对。那最后呢，还是要跟所有的市民讲，下了一场雨以后就要再巡查一次。每下一场雨就要再巡查一次，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这个斑蚊就是喜欢在清水，当我们把这些容器的水都倒掉，它还是会再积水，它不是不积水。没错。所以这个是长期抗战了，所以希望市民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所以就是不二法门，就是你清那个积水容器一定要把它清除这样没有滋生源才会没有登革热啦好，咱今日非常感谢咱5位来宾到咱节目当中那有检讨到说，去年到底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那当然知道说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之后，我们今年就知道怎么去防范。那市府当然有提早这个防范的工作，那我们市民朋友呢，当然也要提早要有这个防疫的概念，大家要把这个积水容器把它清除那大家就是尽量就是说，可能避免被蚊子叮咬这样才是有办法来让登革热呢不要再越来越严重了好，咱今日非常感谢几位贵宾到咱节目当中，谢谢。谢谢。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信箱》节目，咱后礼拜同这时间再会。